培养真侪餐饮人才的台北开平餐饮学校举办国中生煮食的比赛，已经办第25届了。今年的比赛是以食到时在地的材料、地球永续做主题哦。国中生是安怎来展现因煮食的功夫甲创意咧？咱做伙来看卖。 就算平常时踮厝会斗煮物件，伫比赛进前嘛有到同学练习几若届啊。不过要伫1点钟台炒2盘炒饭，要安怎分配时间，控制火大细拍，对高中高年级的学生来讲是一种挑战。我觉得我炒的葱的味道比较重。今年的主题是食到时，食在地，永续台湾。有几若盘炒饭拢出现11月食到时的菜色。 有毛豆、甜咸椒甲葡萄柚，我们就用葡萄柚加上炒饭，就是做融合。今天参赛的现场，我相信他们也会得到很多的看到别人的优点。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参加比赛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台北市龙山国中路灯二节组结合网甲在地文化，配平安饼甲外好的青草现泡茶。 买手各用豆油画出龙山市，实在是吓人目。我会结合万华的元素，例如青草，或是我们可以用特殊食材的颜色去代表我们万华的古迹之类的，这是等等文化跟特色。其实孩子们透过这一次也结合他们在地理课，因为我本身是地理老师，然后也带着他们去把之前学过的经验，然后来跟他们一起讨论。地理课加入社区课程，家政课加在地食材，这款平常时的课程，让学生会当激头脑、发挥创意，让比赛唔那是比赛，会当有更较深的意义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